许巍老师，又到了微笑说客语的时间喽。好，今天我们的亲子绘画呢，是小朋友跟妈妈说肚子好饿哦。这句话许巍老师从小说到大，到现在还是这样，我好像饿死鬼投胎。妈，我冻肚脐呢。妈，我冻肚脐，我就是我，肚脐肚子咕噜咕噜的叫，好饿哦。妈，我冻肚脐呢，冻肚脐。对了，再来就问妈妈说，今天晚上吃什么呢？食呀，爱生马盖喏，食呀，爱生马盖喏，食呀就是指吃晚餐的意思，食呀，爱生马盖。今天晚餐吃什么呢？好，妈妈很不耐烦，那么爱吃东西，马上就好了啦。等等之后诶啦，等等之后诶啦，妈妈这时候就会这么讲哦。等等之后诶啦，妈妈有没有跟着来呢？念得很好，很棒哦。接着妈妈也可以很温柔的说，先去洗手哦。这句话叫做先去洗手，先去洗手，洗手就是洗手哦。或者呢，妈妈可以叫小朋友帮忙摆碗筷呀。妈妈可以这么说，迄老碗筷摆好来，迄老碗筷摆好来，迄老就是去将什么东西，碗筷就是碗筷，摆好来，给他摆好哦。小朋友有参与感嘛？最后呢，说，大家来吃饭喽！大家来吃饭喽！大家来吃饭，大家来吃饭。哇，真是和乐融融亲子的画面哦！如果能够用道地的客家话来说，增添生活的趣味哦。接下来许巍老师要介绍的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因客喜相逢。我们常这么说，那客家话怎么说呢？叫做留给猫儿100米，留给猫儿100米。你呢，想要去诱惑鸡跑出来，你把它抓起来，你也得费100米出去了。所以所有东西都要有所付出，没有白吃的午餐哦。英文怎么讲呢？There is no free lunch. There's no free lunch. 没有 free 就是免费的，lunch 就是午餐哦。因此呢，我们中文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客家话说留给猫儿100米，刚好有异曲同工之妙吧。今天就学到这里咯。接下来呢，跟着许巍老师复习咯。第一句话，这是许巍老师最会说的了。妈，我冻肚脐了。很好。食呀，爱生马盖喏。等等之后的啦。先去洗手。一老碗筷摆好来。大家来吃饭咯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留给猫儿100米。There's no free lunch. 啊喂，好棒哦！希望你爱这些张来了。